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8，箴言10章27到28则安尼讲：敬畏耶和华，就加添日子，总是歹人的年岁要减少，义人的愿望是欢喜，歹人的心魔是空空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敬畏你，就加添日子。阮的愿望是欢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要用敬畏的心来尊重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，你是掌管历史甲生命的君王。主啊，你的作为何等奇妙，你的智慧何等深阔，你的能力无人通测度。诸天拢要讲起你的荣耀，穹苍也要褒扬你的作为。一切颂赞、荣耀，拢归乎你。主啊，求你将敬畏你的心放伫阮的内面，互阮伫言语、行为、甲思想顶面，拢通得你的欢喜。主啊，当世界充满试探甲引诱的时，求你保守阮，无偏离你的道路。当阮面对选择的时，互阮大心追求你的心意，因为敬畏你，就加添日子。阮的愿望是欢喜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